给结我北美等修啦，家政进步国内集中的古松土地我住在都说。His
虽然是凶凶的样子，但是我都不怕你啊，得到了这个解脱了。然后你们今天见到马可是祈求战争的，现在这个信了。所以呢，待会呢，那么呈现这个金刚跳的时候呢，我们呢心里就是要原因呢，这个往生的儿子呢，在中阴身的时候看到这个愤怒的菩萨，而得到了解脱。结局。